正所謂人有好醜，車有大細。呢台20年3月份嘅福田奧羚，相信啱你胃口。2.8康文斯，有2份保險到明年3月份，車況好企理，相當之到位。睇下車嘅內飾，行咗10萬零公里，咁空調無管動啊，凍到。聽聽機頭聲先，啪啪聲啊！呢個角標箱好厚嘅，有個雙側門，2米1闊。睇下車廂內部，紅當當，想唔發都難啊！好靚嘅，好企理嘅台車。車就喺廣州芳村，20年3月份福田奧羚2.8康文斯，56,800，啱心水嘅老友私信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，歡迎過嚟試乘試駕，買埋二手車，揾我就啱啦。